学校无要用哩，咱搁来找别间的。学校遮多，免惊无通教。我无想要教册啊！我无适合做老师，我根本就无资格做老师啦。你是研究所第一名毕业，你无资格，什么人有资格？人看我小儿麻痹，根本连机会拢无爱予我。第一名毕业，有啥物路用？敢讲你真正要放弃？我已经看破啊！我无迄种教册命。你无爱教册，你是要做啥物？转来台东，我家己找道路。毋是还阁有一间学校要面试，一逝落遮尔远来，要转去，嘛要等面试试煞才讲啊。无希望啦，白了工啦。无希望嘛爱去。阿母，敢讲我好像侮辱一届，我爱听家先同情的话吼，我真正忍受袂了啦。阿母，是的啦，我知影，无论别人可怜我、侮辱我，你心内一定比我更较艰苦。就算讲无希望，我也继续试落啊。这上面有我私人电话，如果宿舍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随时可以找我，我交代总务处去办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最缺的就是你这种台大毕业的优秀人才，如果你能来任教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哪里？校长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我忙不送人，不好意思，你慢走。玉红兄弟来面试的，恭喜你哦，你应该录取啊吼。录取，那是因伫讲的啦。我还搁伫考虑咧，恁想看卖？这间学校遮尔啊歹，迄薪水搁遮尔啊少，叫我来遮教册哦，想着我就先啦。奇怪，啊都无人啊，咱无甲咱叫。不要紧啦，我讲叫，我家入去。校长好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报校长，我是陈尚景，学校通知我今天来面试。陈善景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对不起，人事是作业错误，已经通知你不必来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知道的话，我就不会来这边自取其辱了。校长，我冒昧的请教你，什么叫做作业错误？是说我的小儿麻痹吗？还是说我的残障呢？阿景啊，你是认真的，你那对人这无礼貌呢？校长，歹势。这些咱好好唔对了，我你别着急做，我也叫中午来哈，拨你个车马费啦。我不需要车马费，我要是机会，机会！我对教学原本满怀的热情，处处被拒绝，每个人冷眼对待我，这样公平吗？这个社会这么无情吗？校长，啊无安尼啦，你给阮囝一个机会，互伊教看卖，无薪水无要紧啦。我对阮囝有信心，伊若是教了无好，阮家己辞职，阮搁赔你钱好无？阿母，只是你为一回事啦。阮知影陈善成是是第一名毕业的啦，伊嘛是足优秀人才，也毋过陈善景，你写几个字给我看看。
不是我歧视你残障，你连黑板都不能写，你实在不适合教书。要食饭啊？你要倒？出去行行。紧！师傅娘啊，坐啦，坐啦，啊！师傅娘，你放心啦，阿景啊头路无爱找啊，后面留大咱这间店哦，做当事长啦。还有这间店，敢会有出脱？啊！叫伊搁去读博士，伊也无爱啦。讲啥物？即摆伊知影读册无路用啊啦，我实在会气甲。哎呦，阿静心情不好吗？你想想看，爱人去嫁别人了，很没有面子哎。再说阿静是男人，找不到工作更没有面子，心里更难过。阿勇，我看我们把他带到山上，找头目、巫师，给他撸撸撸撸撸，把他换运气丢到山里面去给山猪吃。喂，亲爱的山地同胞，安仔，等你嘛拜托的，莫讲遐有空无顺的啦。师傅娘啊，你莫听听有款烦恼报数啦。喂，你讲啥烦？我烦，你是亲爱的山地同胞，我是白地番，安尼就好啊。阿勇，你说带他去找头目不好，啊，你有更好的方法吗？当然有啊，唯一的办法哦，就是让阿景啊紧娶某啦。娶某？对啊，某娶咧吼，阿景啊就会当甲如玉当活袂去的，就袂失恋啊。第二，某娶咧有家庭，就有责任，自然就会振作起啊。对，阿勇说的对，男人要娶某才是大丈夫。应该是安尼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阿景的个性吼，即摆要叫伊结婚哦，我看吼，爱搁甲伊真车拼咧。阿贵，你来泡杯啊！好，来啊吼。多谢。高雄的学校，叫来互阿景，我都无录取啊！我囝仔来要创啥？互伊看着颠倒烦恼的。哪会安尼？阿勇啊，下回点甲我顾一下吼。哎，小代志。阿景啊，景，阿景，阿母，要叫我转去食饭，嘛免遐激动啊。你看，你有厝啊？有人要请你加济啊？真是嘞，真是嘞，我有机会偷驾车啊！嘿啊！阿母，我等来阿母。阿你啊，你转来上好啦！你搬转高雄哦，阿景拄好交代互你，我就唔免烦恼伊咧高雄无人照顾啊。你来坐，好，来。阿母，我甲你讲，迄阿景吼，伫迄高雄大个所在，我拢活得好势啊。嘿，啊你若是袂放心，我规矩你明仔载跟我做来高雄，你去看卖啊咧。即摆实在真麻烦你啦。哎，你哪安尼讲啦？阿景我家己的小弟，但伊代志哪会算是麻烦？上好啦。哎，阿景，阿姊夫哪会无来？他毋知我去日本啊，等伊落台湾，日本来来去去，你也毋是毋知啊。来来来，坐。哎，
我要甲你恭喜哦，即嘛是大学教授啊。无安尼叫啦，安尼叫我足歹势呢。其实哦，我当然是五专夜间部讲师尔啦。要升到大学教授哦，伊上紧哦，都要满10年才有法度。10年哦，嘿啊，爱遐久哦。难怪做大学教授伫社会遐尔受人尊重。阿健，你将来的目标就是做教授，爱较拼咧。不管迄是偌久以后的代志，阿母即摆就感觉足光荣的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有情花，啊有情花，可比无情人。陈老师，让你在夜间部教国文课，当初董事会都反对，是我极力坚持，应该给你个机会。我替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，你了解吗？校长，请你有话直说，不要拐弯抹角。如果我教的不好，我主动递辞呈。你误会了，本来我对你并不抱很大的希望，但是陈老师，你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。今天请你来，我是当面嘉奖你。谢谢校长。你能克服身体残障，善用教学教材，教学风格活泼。你看，这是学生对你的评价，都认为你是最好的国文老师。这都是校长给我的机会，让我表现。啊不，这是你的努力，让我在董事会上面子十足。应该感谢的人是我。谢谢校长。下星期全校教师月会，我要表扬你，让日夜间部所有教师以你为榜样。陈老师，你要继续加油。谢谢校长，我会的。下次再见。哇，出门袂记早锁匙啦，在外口等你下课转来，当啊流鼻水，紧摕去看。对啊，你刚才要摕这几张相片互我看，佮专工为台东来啊？谁叫你无要无紧啊？阿母，一摆就好啊，唔好讲安尼啊啦。阿母，我会娶某啦，啊，不过这是以后的代志。即马我要专心拍拼我的事业。等我做到教授了后吼，我一定会娶某。安尼听有吼？等下你做教授，迄是10年以后的代志啦。但老师啊，你讲这么亲，我哪会听有？阿母。阿母啊，阿母哪唔讲话啦？是搁咧生气啊？阿母，阿母。我等你相亲都不爱甲我讲话哦。哦，我好不烦死啦！好，我莫甲你讲话，放相当较久。喂，亲爱的山地小同胞，拜托个啦，我拄仔才烦恼尔，莫搁搞误落啦。后，我现在回去洗饭。
哦，阿勇姐啊，我是倒位得罪你啦，看着我就气甲安尼。你无得失我啦，你得失着阮师傅娘啦。啊，你互阮阿母跟到去啊！我倒来相亲，就算不好哦，安尼敢有理对不？是你着啥？恁老母即摆破病艰苦呢，已经倒入温泉倒3工啊呢，啊你看起来敢袂晓无紧嘞？真是了。等下呢啦，等下呢啦。哦，你甲我骗哈？我骗你要创啥？恁老母的破病的艰苦，完全拢互你甲误解的啦，你知影无？迄帮恁老母家一人伫咧厝的，啊恁老母若分落，无人伫迄是偌危险，你知影无？伊即摆人破病艰苦哦，你总甲伊放喺厝的，啊阮若无用，是啥物人要来甲伊照顾啊？哼，娶某，要拼事业，哈，即款代志哦，拄啊今仔日即款大教授做会出来尔啦，不好处理。师傅娘有较好啊啦，阿景，我看吼，你今仔吼赶紧带一个某转来，会当吼甲师傅娘做伴，啊若无吼，干大孤单老人很可怜哦。哟，亲爱的3弟同胞，暗赞。阿景啊吼，甲我较早同款，我还未娶某生囝吼，唔知影讲幸福的主意写做安怎。哦，哎，真假呢？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情花，啊母亲花，可比母亲理解。阿母，你转来啊！阿母，我想通啊，我想要结婚啊。起来，你起来。阿母，你敢知？阿母本来啊，替你看几落个查某囡仔拢袂歹，你甲你想，啊毋过，人知影你身体有问题，都拢无爱啊。就是安尼，我毋才会硬到破病。阿母，咱就顺其自然就好啊。我拢替你想好啊。有人讲，叫我去找个印尼新娘、越南新娘，人因拢袂计较你安怎。阿母，毋过，男样来的啦，话也讲你袂通，我嘛无爱。到尾啊，想想咧，唯一上好的，就是大陆新娘。听讲，装卡来拢真乖，甲经食苦，我拢替你想好了，你的意思安怎？